举办迈入第6档的台南品味周，5月31日到6月2號，一连展出3天。台南市副市长叶铁山、金花局长林英川、工商时报副总经理谢基忠、台南市商业会副理事长朱炳航等产业界贵宾，则会为活动各具序幕。2024台南品味周正式开幕剪彩，3、2、1，请用剪。掌声鼓励。5大的一个主题的展览，不管是从酒、咖啡、茶，还有这些的家具等等，其实这个已经跟我们每个人每日的生活其实息息相关。所以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，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品味跟品质，我觉得这个展览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很多的选择。如果说生活是人生的一张画布的话，那品味就是像染料一样，那我们自己就是那一支笔，那如何你彩绘你的人生嘛？所以像我们现在平常的茶、酒、咖啡，就是我们平常的饮品。那这些饮品如何引导你到你的生活，然后提升你的生活品质，这就是一门艺术了。所以我们期望透过这一次的展示，让现场销售人员解说他们的商品，让消费者了解更多的一些这些商品的特性。这场展览有茶、酒、咖啡、甲伴手礼、休闲用品、甲家电家具等5大主题，总共有8个国家上100间业者热情参展，吸引不少对品味有要求的消费者前来寻宝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